你那个插把也是唔来用，买来一手这款做大金边个插座咯。咁要办个卡不但是大家用王得非常加管个，你个质量也非常好吼。来你这个吼是厂家特销个，这种去靠半个杯吼，一届至少得20块银吼。你其实来这个落单，一届至少只8届9个搞定，你话甲人保佑够来，你这条线吼是个加粗加大个，你床灯啊有边5灯，你话你这来搬吼，才会有3届个3卡个插座，你话有3届。脑卡个插座，另外有做大开关个。你这电话有3边个下格层，你个3、4层层，你来才会有脑吹5瓦个公路。好啦，个电饭碗啊，啊是啊食火锅，或者是搭插方式啊咯，啊是搭迄个电动车吼，爱充电啊吼，更好用。伊这款会满足热性个需求。你伊这大个吼，我个是全方位换窗个，有大换窗门个，再个自作开一支脑筋猛碟吼，也袂危险个来用非常个换窗。来热天时搞啊插方式啊，插遐插只里头咯，用插头啊吼，有加吼，你若是迄个黄蜡用个里头咯，下晡讲袂车，订一颗无？